老人家洗澡有什麼潛在的危險？你還在每天洗澡嗎？第3回網絡文章。今日我再同各位講一個故事啊。有一位老婆婆，今年就快90歲啦，身體仲好好，每日能夠自己煮飯洗衫。我去睇佢，問佢長壽嘅秘訣係乜嘢呢？佢笑笑口話冇乜嘢秘訣嘅，就係順其自然，唔好同自己嘅身體作對咯。佢話年輕嘅時候，佢都係每一日洗澡，即係沖涼，用好熱嘅水洗好耐噶。但係70歲之後咧，佢發覺身體唔一樣啦，沖完涼會好攰，皮膚變得好乾燥，於是佢就開始調整啦。喺冬天改成1個禮拜洗2次，水溫亦都降低，時間縮短咗，而且都係下晝洗。洗完之後立即搽一啲保濕霜，咁樣一調整呢，佢就發覺咦，身體舒服咗好多，皮膚亦都好好多，唔係好似以前咁容易感冒喎。老婆婆話人老咗啦，要聽身體話，身體話俾你知攰咗就休息，身體話俾你知餓咗就要食嘢，身體亦都話俾你知唔需要洗澡你就唔好洗，唔好勉強，唔好固執，順其自然就好啦。聽完老婆婆嘅說話，我都好感動。佢並冇讀過咩書，但係佢懂得最深刻嘅養生嘅道理，就係順應、和諧、中庸。黃帝內經話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咩意思啊？就係話只要我哋身體裏邊嘅正氣足夠，外邊嘅邪氣就入唔到嚟，我哋就唔會病。咁點樣先至能夠保持正氣呢？就係要順應自然，生活有規律，唔好過度消耗。洗澡洗得太過頻繁，洗得太耐，洗得太過熱，都係消耗正氣，都係傷害身體嘅。時間長咗，正氣不足，邪氣就會乘虛而入，疾病就會揾到上門噶啦。我哋再嚟睇下點解有啲老人洗澡會猝死呢？猝死就係突然死亡，一啲徵兆都冇。點解？因為身體已經到咗極限，已經撐唔住啦，但係佢自己唔知，仲喺度繼續噃，就好似一條橡皮繩，你一直拉，佢會越嚟越緊，遲早有一日佢會斷。身體都係一樣，你一直消耗透支，遲早有一日佢會垮掉。洗澡特別係不當嘅洗澡，就係拉呢條橡皮繩，就係透支你嘅身體。醫學上亦都有研究表明，老年人洗澡嘅時候發生猝死嘅情況，大部分呢都係同有一啲基本疾病有關嘅，例如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、動脈硬化。呢啲疾病本身就令到你嘅身體脆弱，血管脆弱，心臟脆弱，再加上洗澡時候嘅刺激、溫差嘅變化、血壓嘅波動，於是就好容易有意外啦。而且好多老人嘅猝死唔單止係發生喺洗澡嘅時候，洗澡之後嘅幾個鐘頭亦都可能會出事嘅。點解？因為洗澡所引起嘅血壓變化係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，喺呢段時間裏邊，隨時都會因為血壓不穩定而出事嘅。所以有基礎疾病嘅老人洗澡嘅時候特別要小心。高血壓嘅老人洗澡之前最好量下血壓，如果血壓太高或者太低就唔好洗住，等穩定咗先。患糖尿病嘅老人要特別注意水溫，唔好太過熱，因為糖尿病人嘅皮膚感覺比較遲鈍，容易被燙傷而自己唔知嘅。而且糖尿病人沖完涼呢，一定要擦乾淨腳，特別係腳趾罅，因為糖尿病人嘅腳係好容易感染嘅。患心臟病嘅老人沖涼要有人陪伴，而且時間要短，水溫要適中。一旦覺得胸悶、氣短、心慌，就要立即停止，馬上休息。我想用易經裏邊嘅一句說話嚟總結，
就係履霜堅冰治。咩意思呢？就係話你踩到霜就知道冰就快要嚟啦。意思即係話要有警覺嘅心，要見到有少少嘅徵兆，你就應該知道大嘅危險就快到啦。洗澡如果感覺唔舒服，如果覺得頭暈胸悶，就係身體警告你，你要注意啦，小心啦，唔可以再咁樣洗噶啦。如果唔係等到出大問題，等到你成個人跌低，咁就完啦。我今日同各位講咗咁多，其實就係希望大家重視洗澡呢件事，能夠用正確嘅方法去洗澡，能夠保護好自己嘅身體，保護好家人嘅身體。洗澡唔係一件小事，特別對老人嚟講，關係到健康、安全同埋生命，我哋不能夠掉以輕心，我哋唔能夠隨便對待嘅。我想提幾個建議。第一，老人洗澡唔需要太過頻繁，夏天呢2至3日一次，冬天1個禮拜1-2次就夠啦。第二，水溫唔好太過高，38至40度最啱，盡量唔好超過42度。第三，時間唔好太長，淋浴10分鐘左右啦，浸浴呢就唔好超過20分鐘。第四，時間要選得啱，下午3點至到7點之間，最好咧就唔好喺飯後洗澡，唔好喺深夜洗澡。第五，動作要慢，唔好忽然之間企起身，忽然之間擰轉身，慢慢嚟，俾你嘅身體一個適應嘅過程。第六，環境要安全，地板要防滑，牆上邊要有扶手，浴室要通風，門千祈唔好反鎖。第七，如果有基礎疾病，洗澡要特別小心，最好有人陪啦。第八，獨居嘅老人洗澡之前要講俾家人或者鄰居知。呢啲建議睇起嚟好簡單，但係如果能夠做得到呢，就會降低洗澡嘅風險，就能夠保護好自己嘅身體。我希望各位都能夠記住，做得到，亦都希望能夠將呢啲知識講俾你嘅家人、父母等更多人知道，更加多人受益。生命係可貴嘅，健康係無價嘅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自己嘅生命，愛護自己嘅身體。易經話，天地最大嘅德行呢，就係讓萬物生長，讓生命延續。我哋人都係一樣，要愛護生命，順應自然，與天地同行。洗澡雖然係生活中一件小事，但係做得好呢，就係養生，就係延壽，就係順應天道。我哋經常話人生最大嘅幸福唔係有幾多錢，住幾大嘅屋，而係健康平安，能夠自己照顧自己，能夠享受生活。如果因為洗澡出咗事，導致半身不遂，或者長期瞓喺床度，即使你有再多嘅錢，有再大間嘅屋，又有咩意義呢？所以我哋由現在開始咧，要重視洗澡呢件事，用正確嘅方法，用智慧嘅心去對待佢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，高明嘅醫生唔係等到有病先至去醫，而係喺冇病嘅時候就預防。唔係等到亂咗先至去醫，而係喺未亂嘅時候就要防範。洗澡都係一樣，千祈唔好等到出咗事先至後悔，而係由而家開始就要做，由而家開始就預防。呢啲就係真正嘅智慧，真正嘅養生。好多老人家洗澡之前乜都唔做，應該做乜嘢佢就做乜嘢，一諗好咗就即刻去洗澡。殊不知身體進入洗澡嘅狀態呢，其實係需要一個準備嘅過程。你唔為佢準備好，佢就冇辦法平穩咁應對後邊嘅變化，咁危險就會乘虛而入。第一件事就係飲水啦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，津液在體內流布，如同雨露，潤澤大地。老年人體內嘅津液本來就少㗎，血液循環本來就唔係咁靈活，
呢個時候如果仲係空肚去洗澡，熱水一沖，血管一擴張，血液向皮膚表面跑，心臟同腦部供血馬上就唔夠啦。所以洗澡之前至少半個鐘頭前飲一杯溫水，唔好飲冰水，又唔好飲太熱嘅水。溫水咧都唔需要飲太多，一杯就夠啦。就係要讓身體補充一啲水分，俾血液一個鋪墊，咁樣洗澡嘅時候，血管變化就唔會咁劇烈啦。第二件事就係運動，特別係冬天，老人早上起身，身體僵硬，關節不靈活。呢個時候如果直接去洗澡，浴室又凍，身體又並冇熱起嚟，突然間遇到熱水咧，嗰種衝擊係好大嘅。所以洗澡之前可以先喺房間裏邊行下先，活動下手腳，拍下手掌，搓下手臂，讓身體嘅氣血先流動。咁唔需要用好多時間噶，5分鐘就夠啦。但係呢5分鐘咧，可以讓我哋嘅身體進入一個比較好嘅狀態，洗澡起嚟就安全得多啦。第三件事就係浴室嘅預熱，呢樣嘢好多人都冇諗過啊。冬天浴室裏邊都幾凍嘅，特別係啱啱入去嘅嗰一陣，地板冷，牆壁冷，空氣又冷，老人腳踩上去冰冷嘅地板，嗰一陣涼氣啊，馬上就順住你嘅腳向上一路飄，好唔舒服，對身體都唔好。所以洗澡之前呢，可以先打開熱水龍頭，等熱水先沖一陣，將浴室裏邊嘅空氣暖起嚟先。呢一個方法好簡單，但係效果好好㗎。等浴室裏邊嘅空氣暖啦，老人再行入去，身體就唔會受咁大嘅刺激，血管亦都唔會忽然之間收縮擴張。呢幾件事其實做起上嚟唔難㗎，但係真正能夠養成習慣而做得到嘅咧，恐怕喺10個老人裏邊連1個都冇。好啦，仲有一啲問題，我哋下次再講。